就是咱看无你看有，迄叫做结巴。咱看无你看有，迄个叫做智。咱大家都看话，你甲人看话，安尼拢相相。石头，规规拢看学，拢是大家看的，规拢石头拢相像。啊，你看有较特色，你有较特色。所以第一，是安怎咱来用心来学吧？啊，其实咱一直用心，一直用心，一直用心，一直用心。一个听无，两个听无，三个听无，有一个做事来互咱来听，迄叫啥？迄个好人，吼，就即个啦，吼，心意好人，好人呢，发现我发现，我了解到，拄好捌着，拄好捌着，迄个好人就是定落去安尼意思。我都看着，我都了解到，迄个互你看着，互你了解到，互你捌着，迄个愿欢喜拢知影。迄个欢喜毋是咱今日讲叫做欢喜，迄个欢喜就是讲，迄个欢喜甲你抓叫我跳的。咱毋知你就欢喜哪，但你知你就欢喜哪，因为你已经得到啊，咁你欢喜。但是别人看嘛，我无啊，你这个跳哪个就欢喜哪个，毋过伊的欢喜，伊看你的欢喜，你迄个欢喜我都用语言去甲表达，好，你我都用语言去甲表达，这叫做欢喜。发生，因为你已经好了，你发展叫你了解，所以每个人学死人。我有一日，我你发现，哦，发现我你开悟，哇，你真正不简单。啊，你学就是学这物件，学这物件，但是这物件大家拢有，你会记大家拢有，毋是你有我无，毋是我无你有，毋是大家拢有。但是安怎我唔捌，你会捌？是安怎我唔捌我家己的物件？啊，你捌你家己的物件？因为你的智慧，你已经智慧，你捌你的物件。但是我唔捌我家己的物件。啊，你毋捌你家己的物件，甲你无物件，有你家己的物件。哦，但你家己捌你家己的物件，你唔捌家己的物件，所以你去拜别人的物件，就是讲。我今日拜别人做佛，我本来就佛啊，但是你唔知你是佛啊，因为你唔捌你家己的物件，所以我过去，咱福利理财师那方讲，某有明珠一颗，啊久变成老红手，啊今朝沉尽光生，照遍三百万头，我称为我某有明珠一颗，我有一个明珠哦，我有明珠一颗，啊你。咱坐伫遮，啥物人无伊个手？大家拢无拢，你若讲无你，我拢知我啥。咁是安尼，所以人福利产生安尼讲，我有明珠一颗，啊久被陈老红手，那个恩典来，去让陈老，所以叫做陈老，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爱无欲，贪切就是在七情六欲，就这个陈老。称因乐啦，迄个田就是讲归田，迄个乐就是足惊人的意思。但是你有一个民主是足清气的，去互迄个因乐安尼甲你砍掉咧。我请问下吼，你即粒宝珠，即个宝珠啦，就我讲，咱去面店，去咧睇迄个宝珠，睇见一粒，迄个宝珠，迄磨起，迄个色机。小孩看见，你安尼照咧到地方，迄个景拢闪亮的，拢闪亮的，迄个景从射迄个宝珠哦，照着看射出来，迄个看法不好啦。毋过一个宝珠，你抓一桶的啦，落红毛浆，你甲下底桶落红毛浆内底，迄个落红毛浆，你迄个宝珠里落红毛浆内底，会射出嘅个光芒袂啊？袂啦，但是你若迄个宝珠片较切切的、较磨磨的，会走出来袂？倒会走出来。意思听我啦吼，这桶的因落，这桶的垃圾叫做尘劳啦。但是这个宝珠就是你这个主性啦。啊，你这个主性去磨咧，这桶的落红毛浆内底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叫做久变成老风手啦。
啊是今第三句话今朝沉静光生，今朝就讲，今仔日会知影，忽然啊吼，沉静，迄个沉静就讲，迄个电已经静啊，迄个电已经失静，啊光已经走出来，安尼啦，啊来第四句话咧讲，照片三分。就是讲，因为你这件宝珠已经无去互因就甲你封锁，所以到即句讲，千金有水千金骨，啊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啊，咱的自信是安尼啊，咱的自信，若无因就甲你封锁着，咱今日叫做海阔天空啊。咱今日吼，就是咱拄则讲过讲，哦，千金有水是千金骨啊，万里无云万里天啊。啊，这点就参照咱上比喻，这点太阳的现象啊。啊，这太阳若无叫乌云杂条咧，是毋是一世界？咱拢讲，啊一世界嘛安尼，足方便，敢毋是安尼？哦，啊像今日银行，这个太阳，这个日太阳照耀，是因为这个地球已经有正转甲光转已经洗过，啊洗过到美国迄边。啊，正日头拄照着美国迄边，啊，到美国迄边咧咧午，啊，咱这边咧暗，咱这边咧暗时啊嘛吼。啊，这个月亮啊，咱这个地球啊，咱是咧转来转到半仔5、6点过，迄个转过了，迄个太阳在里啊，啊，咱这太阳，咱这地球都转过，啊，太阳都射过，啊，是都射伫咱咱讲叫做历史啊，敢是安尼吼？哦，5点、6点、7点、8点、9点、10点，开始历史，就参照咱同我去迄个阿里山，阿里山就当迄个早上几点4所以点吊进去，迄个太阳哦，我伫迄个时阵要升起迄个当时火，迄加上迄个布地，迄个哪呢？开始迄个水阳分若要出来啦，但是迄若要出来好啊！迄个河光啊，下着，安尼啦。啊，咱同我迄边哦，都含我老婆，啊说后叫伊写份嘛，说有法去，我从有去看，我有去甲方面翕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安尼比喻，所以第一就是因为即个咧解释就咧解释啦，咧解释讲，咱有一点的自信，但是分别性、气候、这电就甲咱砍掉，把咱变成变成照性。啊，因若若有甲咱砍掉咧，咱叫做哪？咱叫做分。所以咱讲，信念甲分，信念甲分甲烦恼，甲有无相像？哦，信念啦，啊烦恼啦，啊分啦，甲有无相像？其实是因素无相像，伊的身体拢相像，伊的身体拢相像，什么叫做身体？伊的本的身体本身拢相像。好，无什么信念，无什么烦恼。所以今日咱家己要学到，咱就是要找回咱叫做明本复初。明本就是讲明明咱的本源，复初复回咱本来，叫做哪？叫做因离之味海。什么叫因离之味海？因离之味海就是讲，咱的自性生出来就是参像迄个囡仔，也未变，迄个婴儿啊，还会变成囡仔，迄个囡仔就开始有思想啊，有思想伊就有欲啊，伊就欲望，迄叫做婴儿啊，迄叫做孩啊，孩子的孩啊，婴儿有迄物件无？啊，生出来婴儿有迄物件，所以自性如婴儿之味海，就讲婴儿伊也未有思想的一种，伊拢是足天真的啦，所以讲不然咱讲。天真就是可爱嘛，啊，可爱才能够天真嘛，啊，天真就是自然嘛，天真的自然嘛，啊，自然就天真，啊，迄个囡仔也未有需要一种，叫做哪？叫做天真，叫做可爱。毋过若有欲啊吼，有害啊，你上摆阿孙咧这两岁半，伊爱的物件摕着，伊爱的物件摕着就笑欢喜个。啊，伊若无爱物件吼，伊就安尼拗突突，因为已经开始有伊的思想，啊，伊个思想叫做伊分别，
迄个思想叫做伊色，意识的色，毋是伊的本源啊。啊，所以咱根据明本，迄个明本就是明白咱迄个本源，变发挥着咱迄个初志，安尼尔啦。咱大家就是安尼，啊，若安尼咱就是好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甲做毕业，因为讲甲做环境吼，讲啊，即已经220，哦，咱讲到221，哦，啊，即个咱进行讲到，哦，迄个咱即本的后壁的220页的后壁的第4段啦吼，哦，咱即段应该看见吼，咱对我了解吼。上文其义，上文其义，心意发言，心意发言，乃述其源，乃述其源，无端起意见，无端起知见，着上求菩提，着上求菩提，情存一念悟，情存一念悟，明觉识是迷，明觉识是迷，自性甲原体，自性甲原体，随照往前流，随照往前流，不入左思识，不入左思识，妄言处两头。妄言处两头。因为到即段话呢，就是因为咱理想甲六祖的当中，咧讲到着，咱伫进行段内底有咧讲的，即个叫尊武见啊修菩提啊，有这两个啊，尊武见啊修菩提，什叫做尊武见？武见。武见，迄个武见，尊迄个武见，什么叫做武见？就是讲我无看到，就是无迄个物件。咱今日来做个比喻，咱厝内底啊，你有看到什么物件？咱有看到投影机嘛吼，咱有看到空调嘛，咱有看到就是咱有看到就是这物件，这物件叫有常的物件。啊，你有看到空气无？空气你就无看啦吼，但是你无看到空气，内底敢有空气？内底有空气啊，无空气咱当作啥嘛有走接的啊。你为啥讲无看到，就代表无啦？你有咧创气无？有啊，无你有创气无看卖？你创气啦，就靠人咧创较大声，有迄个声音。但是基本上，迄个气的迄个气，迄基本上来讲是无常，迄无常。讲咱的自性，咱的自性有无？咱自性有啊。咱若无自性，咱有道解到啥吗？咱的自性无离开咱的肉体，但伊个袂使讲无嘛。换一个解释，进去殡仪馆，里面火化。你慢慢看，伊嘛目睭啊，毛鼻啊，毛喙啊，毛头毛嘛。那以上的四种法，伊拢无欠嘛。敢毋是？爱通无去变个，伊怎欠一个灵？迄个灵魂的灵啊。但是迄灵魂的灵内底当中，你有看到有甲无？有甲无？你敢有看到？有你嘛无看到哦，无你嘛无看到哦。无你袂敢考甲讲到，医生一个甲无咩？是毋是呢？即个命啊，都咧跳。你的目神、你眼神，你看这物件，医生来讲者，迄个灵内底当中，你用目睭、用耳朵无当听，用鼻啊无当闻，用目睭无当看，无声音。毋知讲，无声无息，无声啊嘛无味。所以你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这是一个超越一切，自性是超越一切的实相，迄叫做无常。但是因为咱看到地上，因为咱六祖为灵，在地上当中当时人身受迄个当中，身受甲伊讲的，甲六祖为灵咧讲的，伊甲落一个知见，甲是落一个空知，落一个
落一个准着一个知见，哦，入着一个知见，所以伊家己有一个有一个物件伫内底啊，有一个见伫内底啊，所以讲大地道就当讲出来，知见入知，即是无明本，知见无见，实际了法就会解脱。知见哦，即知见即毋是佛的知见哦。后壁再甲入一个知落去，听有无？你若听有无？再入一个知落去，咱叫无明的根本哦。咱知见本来是佛的知见，你袂使再甲入着一个知见落去，咱敢听？即句足重要啦吼。知见入知，即是无明本。问题出在一个所在，这个就是佛的知见嘛，佛的知见。佛的知见，伊本来佛的知见，就是无色无受的物件。因为伊本来是自由啊，伊是叫做自由啊。你那个咱本来就附着的物件，这个去除，本来就附着的物件。我的知见本来附着的物件，何必即有重点伫这个所在？你家己，你那个管一个物件咧，管一个灾咧，啊，这个灾就是讲色啊，这个灾就是讲色啊，安尼啦。而这个物件，顶管这个物件叫做灰啊，伊本来就是无物件。你家己一个比落去，这个走色，这个是叫做哪？这是叫做众生的知见。所以你来看这个众生的知见。啊，啥物叫众生的知见？你知影无？我知。你有清楚无？我有。这种是众生。你看无？众生。入一比落去，安尼伊即摆开始就是哪？无明根本。本来就是清净，互你入这个物件咧，变成无清净，安尼听有啦吼。本来是清净无了哦，因为知见是我的知见的清净无了了，入一个知落去，这是无明本。这个知入落变成无清净去啊，无清净去啊。所以看这物件，是甲高你看出，所以变成伊无清净无明本。所以你讲知见、无见，实际了凡，用名解法，这个重点就在伊知见，或者知见吼。你是部分是啥啊？但是无见，伊无入知落去啊。哦，伊无入知落啊，伊无入这所以知见无见，这个无见毋是代表无，伊无了。敢是讲伊无了？你无甲入知落，伊无了。那安尼代表因为本来就知见，本来就附着啊，你免得加什么物件落去啊？因为伊清。啊，若安尼语言无言，数这个法，数这个法，念不行，那你不数，因为那个改造，后人不改造啊，不能念法，不能念，那个改造。所以咱这段话就是哪？就是当时新受到这个地上安尼一知见，尊存无见。修弘知，你尊一个无见是叫做无见咯。你何必你甲尊一个无见落去？你尊一个无见咧，就是已经有物件哦。敢听？你嘛看无讲啊，尊无见都无啊。你甲尊一个无见咧，就有物件。你何必甲尊一个无见？伊本来就无物件，你何必甲入一个物件落去？所以咱尊无见啊，修弘知。就是讲这个，就
摆来讲啊，一段啦吼，咱已经上意义，上的意上啦吼，吼，听到六祖伫即度伊来讲啦吼，伊讲彼此所愿，犹如见滴啦吼，故令你了啦。我今亦一记啊，不见一法尽无欠，大事古文也未变。不见不知一法修空理，反如虚空成相变。处地地见撇进去，彻日何成解方便啦吼。念动一念自离开自性，拢成变变。这是咱过去咱讲着物件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讲到这段话了后，这段是咱六祖规个，甲地上做一个解说。但是地上已经听着咱六祖规言，讲的是后了后，后壁地上就接一段话落来，吼，叫做上机心意发现，迄个心意就是讲已经慢慢豁然开朗。咱有足侪道理，有阵时伫遐多想无，多想无，多看无，但是咱已经哦，你就是咧讲安尼啊，哦，啊就是安尼啊，这叫做豁然。啊，这个心意豁然来xuất疑，来xuất疑惑，就是讲伊有那写修疑啊，吼，来讲啊，吼，这段诗伊的当然就是迄个地上讲，伊讲无端起地界，着上求菩提啦。什么叫做无端起地界？本来就无代无志，啊，起一个啦，起一个地界。起一个地甲见，吼，入一个地甲入一个见，本来就无问题，本来无问，啊何处见呢？六祖规日来讲，本来无问，但是咱处处见真难。咱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啊，对不对？何以自性本自清净啊？啊，何以自性本自富足啊？啊，何以自性本不生变啊？啊，何以自性？人生万法啦，敢是安尼？当中无物件，但无物件就是有物件，迄个有物件，有实的物件，有相的物件，迄拢毋是叫做本的地界，迄种叫做上生伊那个相出的物件。所以伊讲无端起地界，啊无缘无故，无端的意思讲无缘无故，我甲生造一个众生的地界出来，我甲入着一个地界出来。都无缘无故啊，我得入一个地界出来，就敢若无物件，得开一个物件落去，安尼敢听？这杯水咱本来两个呐，咱本来水放来，变成汽水咖，这个人糖来，人无较低咧，头咧，吼，啊，但是如果较低，对你身体有帮忙，还是你来人一下，你甲人一休息滴，迄个叫做呐。无端起地界，你这个无缘无故，你这个揽一个物件落去，无缘无故，你这个生一个物件，安尼听啦吼，你这个生一个物件，咱的出现，伫咱圣经来讲，不清、不洁、不顾、不清、不清无较假，不洁无较假，哦，不顾无惊人，无较生气，哦。拢无较物件，啊，安尼讲，因为伊完全是一个超越一切的物件，超越一切的物件，迄个叫做啥？不顾不净、不离不弃的物件。啊，你都甲生这个物件落去，那安尼当中甲你寻麻烦。所以咱讲，当时咱地上伊就已经六祖啊讲已经开悟。啊，本来这地界，本来地界无缘无故，我甲生着一个地界落去，脚上有菩提啊，脚上啊，脚上听无？执着啊，讲一个较简单，固执啊，执着啊，执着什么物件？执着就是一个见啊。所以咱去上到上惊就是这个物件，上惊是这个物件，哦，上惊是这个物件。本来无物件，我想做个比喻，因为咱是咱咧困，
咱有做吗？哦，咱之前讲天有收无？咱咱平时咧困难吼，用安尼1、2、3，看3个尔，你收过。啊，你困去到你天光，你怎样请的？迄个过程啊吼，从你入去到你个过程内底当中，拢无请，拢无做梦。拢无做梦，拢无请，也无做好梦，也无做善梦，也无做啥物梦，拢总无。迄有清净无？迄个时间就袂紧无？较啥紧？较良心啊！因为你已经你都无这个过程，你都无这，你入去了后，你入去迄个意念内底当中，你完全是清净。到向精神嘅，即盘当中拢总无力量嘅，拢无过程，拢总无做过梦。你会感觉，我昨困一个够舒服的，有舒服无？当然嘛足舒服的，也无做着恶梦，也无做着歹梦，也无做着善梦，也无做着什么梦，拢总无，啊一千多到天光，多1000到天光，你上舒服，你叫做入较出来，你叫做无力量，你上舒服。但是你当你要困的当中，入了后。大款困袂去，大困袂去，连想东，连想西，连想后壁，连想旁边，连想我在要创哪啊，连想一日来讲一暝落青，大上几暝，上困袂去，若想袂开，若是困袂去就安怎？是嘛想要放尿，敢是安尼吼？困袂去就想要放尿啊，我拄着啊，拄着咱一暝，去放个4、5摆尿，倒咧。伊就唔困，但是伊嗰就想袂错，你有感觉无？你真足艰苦。你若无咧困袂去的人吼，你若讲若要困吼，伊就开始烦恼啦。天若开始黑暗要困，伊就开始烦恼，烦恼啦。伊嘛唔知要怎过，伊应嘛唔知要怎过啦，伊又唔知要怎过，真正唔知要怎过咧。刚看8点尔。打10点尔，按就打10点尔，打12点尔，一暝落青，不到天光，你有听？伊是讲，安尼出去头尾，安尼过月安尼行，花时间，讲要规定的。伊敢是我家己人讲咧想呢？伊敢是家己人讲咧想呢？痛苦无？迄个痛苦啦，心事啥人知？拄着人哪会知？迄个真正艰苦的，你讲你的心有清净吗？连想天，连想地，连想后壁，连想有地，以前讲的啦，咱老人等伊一个啦，有咧想伊的暗恋想伊的太太，安尼袂，这是一个心声哦，这嘛是一个心声，这是咱的心在咧接，接咱的心会清净咧。咱心袂清净，什么互咱上痛苦？什么互咱上痛苦的时阵？3点夜节互咱上痛苦的时阵啊，你要相信无？有拄着人咱早叫阮先生等来阮太太等。3点夜节迄个时阵，咱会去想着，咱会去回忆着迄个声音，太空气象迄个声音，迄个感受啦，迄个感受。因为咱讲，因为咱对咱的心还无清，咱的心无清，心还没有放下，咱把步步还没有放下，咱还没有放下。因为你既然啊，你既然啊，菩提就觉醒嘛，菩提就无执着啊嘛，菩提就无对立啊嘛，菩提就无是非啊嘛，其无菩提就自在啊嘛。你看有遐物件，就是咱执着了咧，伫世间发展。咱的心灵清净，拢是世间物件甲咱牵倒落去，想足济物件。我一世人做有办法，我做无接受的。我做放袂下，拢总咧想这尔，拢总咧搬这尔。注意看，因为这是代表咱的心真正。无法度真正放下，你真正
放下这个着相，这个着相，这个上表上的物件，你一定要爱到。那安尼破定咱的经验，啊无你妈袂到。咱讲修就是修这个功夫尔，修到就是修这个功夫尔。免得现在拄着进来，你有法通放下；拄着进来，你无拿出是这个剑。这个剑外面你感觉？这个剑你有接受一样原料你才修呢？唔接受没有接受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迄个外境，这个外境很难用用，但是迄是咱配合着咱的咱的实际上，咱的实际上用，咱用这个漂亮的来，你甲炸袂掉，一头毛拖袂掉。人生过程就是安尼，一步一步来。所以修道就是因为要安怎把咱的定定境就是咱定定，这个境，这叫做外境啊，外境啊，这外境，外来迄个境，啊是安怎外来境？是因为你的心，这个心去甲牵入来，这个心牵引入来，你先甲拖入来，当然呢，我这心甲拖啦，较济嘛拖入来，较济嘛拖入来，较济嘛拖入来。所以第一，伫修行过来底当中，咱迄个做地上人讲着相，你就看着情存一念妄，即句话，什么叫情存？什么叫做情？这是好看，拢面前咧看，拢用面前咧看。所以呢，这个情，来讲，咱的亲情也好啦，咱的友情也好啦，咱这个世间所面对的这个因缘，情缘，这种是情。情存，这个情存，就是叫什么？叫做情。这个情存就是叫情。心人对我偌好。希望对我好，当然呢，较本嘛是伊嘞。你若对伊好，叫要10当20当伊啊，情存。你若对我无好，较久我嘛记嘞，拢情存。所以你个情存一念妄，这个一念妄，你用着这种的情，要使互你的地位开悟，较有可能。不然。咱地上就是安尼啊，伊就是用着尊无界甲受风机啊，这拢是一个情法啊，这毋是一个心法啊。所以你表象化、表象法、表象化、表象法，拢叫做因缘法啊，因缘法啊，因缘法，拢是因缘，表象法拢是因缘法啊。啊，这个因缘法内底当中离不了情啊，情存，离无开情存这两字啊。表象因缘法，以因结缘，缘结缘起的物件，所以因缘内底当中无离开情存这两字。因缘怎讲？因为有情，你的心就会清；有情，迄叫做情感的物件。你的心就叫情牵起来。咱修道就是就是咱的情互相抽，所以咱无走跳出着迄个语言对立法、恶言对立法。什么叫做语言对立法？我甲阮囝，我甲阮某，这叫做语言对立法；我甲阮孙，这叫做语言对立法。我请我太太。有这两样无？到我孙有这两样无？到我囝有这两样无？有无？离无开这两样。所以你一切间，咱朋友，咱的朋友，咱道亲修在修，咱的道亲虽讲道亲，有离开这两样无？拢用情用事。那用情用事了后，当中你用情了啊，你安尼开悟你讲。我今日伫花莲，道过去，
那个讲的，迄阵变到30-40个千口，40-50个千口。迄阵道有长风景时阵，迄阵迄个火锅馆、啊新村馆、建议了是带去遐开个火锅较新。啊，开一两届尔，无去开。谁讲？道亲节是迄倒去倒。啥道亲节是迄倒。过去，伊修学校内底当中用即个咧修道。现在，咱花莲前几年是做建筑的，因着抢头家嘛，建设公司的头家嘛。啊，你若咧修道，我着工课咧做，我着路较头咧做，我着帮务咧做，我着我着保料咧做，我着门窗咧做，我着什么咧做，大家想讲这道亲嘛，着伊嘛互道亲做，你若互道亲做，敢袂使？但我咱讲规水无流过别人身，敢是安尼？有一日，有一天，你若出问题，你无做，还是家己做无好，你出问题，有问题无？出问题。出问题是安怎？当然，经济错工程咧做会要求，你做无好是爱个相对是无好使，讲你做比较较贵，也是咧安怎？有一届无做，他就倒来。倒啊，无互你做，你继续做；无互你做，你就倒。我比如说你听啦青春一点修道用这个修道，大家倒，伊咧讲，你对我好，我甲你修嘛；你对我无好，我就无爱甲你修嘛。其实来甲讲起来，修道和这个情完全连这个关系无嘛。虽然民俗来讲，我老情，只要你学道嘛，对情看入来，你用情，你一世人用情，你修道，一世人用情，你修道，你会大汉袂？你这个囡仔，小囡仔，你了袂嘛？有林村老师敢是安尼？到尾请10岁啊，到1几岁，你有林孙仔在继续咧说，去到校外花钱。若无说，爱叫；若要说，太花钱。若继续说要大汉，可能要继续说。但是今仔日修学道，伊若真正热情，这个当中无入理，无入，是个讲倒。这个我亲是对的，倒位呢？过去有参与着建设，有参与着这个事业的人倒。有影，我请问讲，你事业上做会当逐个圆满袂？你事业上做你会开意袂？逐个拢会开，无可能。但是你今日若用着修道来做这物件，过去做这啦过去做这，咱嘛我讲，我甲你讲，我去摕出我花莲这案件讲，所以我深深体会，新的修学道内底当中，若要真正深入落去，真正你要道理，真正爱你。所以咱合作来讲，这是迄个理想讲的我过去不管去意见，就算去部地，精准一点我伫修学道内底当中，我用这个真理情用着这个情来咧修道，要体悟着圣人的道理，明白14个，这个明白14个那安尼当中够有办法通超过人业内底的这个命脉吗？明白14个这句话就讲，敢会当超永远，哪会当这个有办法通超过识的过去的命脉吗？用着清纯一念魔来修道，敢会当超过着过去人业的命脉吗？还是无敢听？听
跳啦吼，就是讲要超过着，要超凡入圣，你若用精神，你若讲无可能啦，咱讲足简单一句话，就讲安尼啦。用情来要体悟着无上成就的妙理，这无可能啦。人活世事未，你用情存一粒光，要来超越过去，咱未来要来进入了无上的道理，这无可能。这绝对无伊六祖，这是真正地上家己体悟着。我过去就是安尼修，那我过去若是拄着六祖规定，我安尼继续去修落去，我安尼是继续搁伫遮咧买嘛。自信甲原体，伊就讲到第一句啦。自信甲原体已经了解，自信是一个本体，自信是一个实体物件，自信就传像一个太阳形象，伊这太阳当中，就是不增不减、不变不息的物件。伊的能量就是无变的物件。咱的自信就是参像这个觉原体，这个觉原，咱就对自觉，咱就这自觉，咱这自觉，这个自觉，咱到什么物件？到底觉啥？到觉啥？到什么物件？觉生观念，觉生观念。觉生观念，这个自觉，那伊本来讲的这个自觉，比如讲啦，叫阿罗汉，这个觉他，那伊本来讲的就是菩萨。你有自觉，这个阿罗汉，阿罗汉就自己家己有能力有自觉，因为自觉伫金刚经的第9分就是哪，一上无上分。一上无上分，就是由须陀洹、须陀含、阿那含、阿拉含、阿罗汉，伊我上、伊上、众生上，实际是爱分标的。你哪能自觉？你自觉，你头能觉他；自觉阿不然觉他叫做菩萨；自觉觉他、觉成观念叫做分。这句话就是安尼解释。阿妙多罗就是咧讲啦，觉成观念。三藐就是讲啊，三菩提叫做自觉。阿妙多罗什么三菩提？伊就是讲这三部的，即两三两三。这三部的讲起来就是讲一句话，就是讲一句话，自信甲原体。这你唔通话这无法甲你讲啊吼，你唔知要。上去过去，而且这足简单的道理。自信甲原体若要甲讲起来，自信甲原体若要甲讲起来，较叫做清净本体。简单讲就是清净本体，跟自信甲原体足简单就是安尼。若要甲讲到一个离离苦够上的内底，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妙多罗就是叫做佛。无上三藐就是讲他三菩提就叫自觉，这句话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无上，这句叫做无上，这句叫做正定，这句叫做正觉，正偏觉，这叫正觉，无上正定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，若讲到一个做一球，咱叫做清净的本体，咱听啦吼。讲做一球叫做清净甲原体，安尼尔啦。因为名词是安转尔啦。其实你若了解迄个本源，你就唔当什么叫做清净甲原体，自信甲原体是啥物件？你就做三步。其实伊拢讲这物件，嘛人讲叫做佛性。咱你话去讲叫自信，安尼尔是讲讲这有这细项有十出，但是基本上来讲嘅，拢锁死嘅。伊就是讲今日因为咱地上已经感觉着，已经闻其就是讲听到六祖规定讲这已经知影闻其心意好啦，我已经
已经知影，我向我保赢见路啊，我知影，所以就开始讲啦。无因无故，你去到一个地点，我到这无文，我到这都舞袂清楚。本来就做简单的物件，本来就做轻易的物件，本来就安尼尔。本来安尼啦，其实到问题安尼啦。本来就安尼尔啦，但是我在安尼在地点落去，安尼咁样，本来无地点，我在入在地点落去，今天来要甲讲起，这个叫做啦，哦，这个叫做清净无量，讲起来吼，清净无量啦，讲无量啦，这个当含藏一切。你要甲写哪嘛，咱就当写。但是我甲写一个分，你是得变成一个分而写。啊，你是有积分无？你积一个分而写。啊，有清净啊未？无清净啊吼。我若甲你讲教伊，伊就配合了清净。啊，你功夫若无够，你顶若无起，你个会积，会积啊？你都求一个菩提着相。啊，我若来写一个菩提。现在跑的，安尼有清净无？因为这个着相，着相，什物件？有菩提，我着这个相要求这个菩提，啊，我现在菩提而且，啊，本来就清净，本来就菩提，本来就佛啊，啊，我得甲写一个菩提而且，啊，互恁带咧三菩提，那而且讲。无缘无故，我这个写一个物件，带先前做复杂的物啊。安尼敢听？无缘无故啦，无管就无缘无故，我写一个菩提，叫上求菩提。咱本来就这物件，所以嘛，信讲入这个相，信人就入这个相，啊来着哪？入相，因为要入相世间的人，世间人唔知。唔知啥物件，来咱扫相，扫相，这个相要扫掉的，这个菩提相要扫掉的。你这个相菩提对不对？我扫掉对不对？啊来呢，见实相。安尼敢听？这个叫做实相啊，这个叫做实相啊，实相叫做无相啊，实相叫做无相啊，啊无相无不相，因为你要甲写哪话都唔当写啦，因为伊会当一切，所以伊是相就是空相，空相，这个空嘛是定空嘛无嘛，但是无空相，你若有你甲写叫做妙有。妙有，你要甲写偌济伊拢袂使。但是，但伊甲写，你爱扫会掉伊哦。你若是写你写哦，你若无扫掉伊，写到这边就扫袂了。但你有功夫人第久回来无？我能扫。咱入相了，咱的相拢扫袂掉，你有听？咱无你能扫嘛？啊，而且来讲着相，无讲去理解着相有菩提，精准一点哦，就是开始。哦，立业，而且当中你有法度超越立业的用着精神力量哦，你能超越灵活，甚至灵力业识业的迄个内涵，你有法度扫掉的无？后壁这是问号，你敢有可能？这个问号就是讲，你立业所带来的内涵，你精准一点哦，你有可能灵活识事的，你敢有法度超越过去所理念来？会当互你开光，够有可能啊！我看到而家，以前就问到而家，所以我咧讲这个物件，就来讲，你今日已经入相啊，我已经说服菩提而家，但是你着相，你着这个菩提相，啊着这菩提相，会到了变成无量的。
因为你等于在扫掉，这个叫扫掉。见实相，见到就是因为伊本来伊的实相，伊的真面目走出来，这个是三谛道理，三谛道学，意思见山立相，扫相。见山即是山，见山为山，见山就是山。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为山，见水为水，见山是山，见水一定是水。实相就是回归了伊本来真实体走出来，伊本来真面目，伊的面目就是因为叫做哪清净无染，叫做空相，无挂对物件。毋是无看物件，无看物件就有足济，你当然继续想。但你扫袂掉，你会当头壳用足济物件，但是你不是电用你扫，你家己不是电用物件扫会掉的。咱拢是足济上进来，对不对？但咱六个这个对不对？10年、20年、30年、100年，这你会变做哪几点？你不是点点啊？内底当中叫做业啊，叫业色，这叫做业色。因为咱存入来了后，你扫袂掉的。所以我拄则讲，你入上了后，你对我错好，你入袂走，你扫袂掉，你对我错好，因为你克服得这条，你对我错好，你入，做办法叫做业色里内底扫。啊，那你这个业色扫袂掉的内底叫做哪？这个扫袂掉的内底叫做积，叫做积，根本上就是固，叫做固性。这个固就是我拄是讲过叫做空调咧，空你压伊迄个固质拍袂破。那安尼当然要开模，咱不早开模啊。所以这物件你固质爱拍破，你业色爱拍到，因为咱入来拢准，入叫做准，入叫做准，较济嘛对，拢对啦。拢对一款本色，拢对一款对立，拢对一款是非，甚至啊，拢对一款囡仔还无满意的迄物件，一世人袂清净啊，咱一世人袂歹了啊，咱一世人讲较歹听讲袂好啊，安尼毋是咱家己定人啊，家己定人，所以就是讲，自信甲原体，伊怎来讲？伊怎来讲？咱伊怎来讲到对咱家己的本体来啊？即句就是讲，伊讲到遮来，你用情要人开发到可能，宁愿你到可能超越着过去，用着即个情要人开发，敢会当宁愿，敢会当超越过去你的命脉吗？安尼听完啦吼，即摆讲到这来就是讲，自信到原体讲到咱家己的本体来，水饺往前流，完咯。你有一个会本性足清净的，但是足烦恼，含业业识咧行，含业业识咧轮流，我烦恼无，往前流含业业识咧烦恼。你本来就好难咧，但是有些物件，互你的七情着好带你行咧，你本来就好难咧，互你的贪嗔痴来带你行咧，你本来就菩萨人咧。你本来善良咧，但互你接触带你行，啊，毋是叫做水饺往前面，水饺往，因为水饺就插着这个月亮，这个日头，伊这个日头，因为伊完全就是拢总无成分，拢无用水饺，伊讲日头嘛有讲一时成分咧，伊是讲水饺嘛，往前流，反讲哦，哦，那较早咧。咱就讲面朝走无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伊无无去，伊嘛是伊来食。但是世间的人就讲，这其他无用啊，哦，无看日头啊。因为日头变到无，伊嘛水饺。你今日叫做自信，含你做伙有走无去无，伊嘛水饺无。但是关好，你今日去做业，伊含你去做业。我到伊嘛是陪你去做业啊。无你要怎？因你性格强啊，伊较重啊，伊随你去做业啊，啊无你要怎？啊，咪叫做随
就是冤枉啊，这讲就是冤枉啊，冤枉无做冤枉。咱家己一个清净的本性，家己一个自信的觉体，咱实在唔够冤枉，咱把拖咧落倒落几道作新道、地狱道，这三恶道咧冤枉无。咱看到咧陈进兴，咱看到高天明，咱看到什么人？这什么人？三个吗？什么高天明？啊，这是什么人？迄三个。恶犯，还小烟烟案，那个反正社会，我先唔知道你个看电视，你个看 YouTube，迄过去迄种，迄种，拢大车迄落啦，拢咧抬迄落个坡道头迄落，一个年轻善良，大家他都袂惊，我用嘅。有一个，就是到我这个，但是我拢无。随叫往前挖到，因为伊业识强，伊个甲原体原在是安尼，伊甲原体原在是离安尼100%离啊。但是伊有哪早着？伊有这个业识，我就讲诶，我过去捌讲过，就是地狱道、足心道。用色。落几道30%、20%，毋是30%、20%、10%。30%公平，20%公平，10%公平，这个对，这就是这个道。这有70%。到80%，到90%，这个90%的公民要走无去啊，这个80%的公民要走无，这个70%的公民要走无去啊，所以剩30%的就对了。因为伊本来就是，伊本来自信甲原体，伊本来就100%，伊本来就100%，太走啊这里，但是就是因为啊，这100%要随着风千里。就是去互咱今仔日做业，去互咱今仔日的理想，咱的实际实践，咱拖咧行。所以伊虽然嘛是一个出身甲阮体面啊，但是伊嘛爱陪咱哋啊，伊嘛爱陪咱做出声，伊嘛爱陪做落尾，伊嘛爱陪做落尾。好，你要看你只两台时阵，伊嘛使嘛。上较贵咯，你只低量牌，伊嘛上较嘛贵咧。哦，你只鹅啊，咁样伫咧谈，伊嘛安尼，伊依然上，伊有自信，甲阮体无有，但是因为伊今日是安怎会落出生到落几道，到地狱道，伊太安尼，就是因为今日伊的自信，今日真活泼。因为无了解着真理的实相，无了解是真理的实际，无了解因果理的观念。因地果原是你做什么业的当中，你一定要接受这个。拢是个观念。20年后就是一条好汉，18年后就是一条好汉。咁有遐尼简单？有遐尼简单？毋是安尼啦，毋是你说就算啦，真理伫遮啦。真理就是垃圾咧，甲你讲啦，随着往前流，不如做事情。今日我老母入去做书诶，6组内底，当时5组诶时阵，6组伊若毋是入去5组，会做事情。咱今日讲第6代做书造出来，虽然6代做书内底当中，伊是一个咧彻查，伊是一个财富。但是若伊个表现来讲起来，无啥物名。毋管若伊实际来讲起，伊是第三国来转世。但是伊第三国转世，伊虽然因为用老用充分的讲领人，伫迄个时阵，当然他们老母考察上有名老爸就早死，伊老爸贵用充分的讲领人，迄阵当伊老爸嘛是做官，但是伊迄个时阵嘛。
非常的，当然是过去是恢复老骨啊，航海老骨啊，啊，伫迄个当中打击大，老边的讲领人无死，领人就是对伫香港迄代广州迄代领人。啊，咱逐组当中，伊去彻查、考察他们老母当中啊相应里面，听到一个证人就是讲非常熟的人，你上一部金光镜啊，哦，你上一部金光镜，所以呢，逐组当然伊是角色是作来，伊就随去安尼。哦，你问这个经典就对啦，讲这个经典对。哦，即个东祥市即个黄的祖师遐来，哦，啊，因祖师就对啊，就你若要拜师啊，哦，阮就是阮的祖师就是黄的祖师啊，伊遐当中，伊定位开出来了后，迄个成人摕10两金来土，伊安搭着因老母，伊即生活费，叫老母惊一个外月。叫一句话，我听到底，行到唔系东山市，叫一句话我，这两车去点载到什半点钟来着，哎，15分你叫咱两人去上班，哦，行我会，去到个地当中6组，迄个唔系地面当中，你是点创啊？哦，伊是讲我只有做不记。我迄个做我无疑问哦。当伊讲即话人5组，人听着人就知，即个人因情太异啊。只有做伙不求疑问，即句话咱可能讲袂出来。只有做伙，咱讲面前咱重视对不对？不求疑问，我只求着我要服务着我本来的名本互错安尼尔。毋是迄毋是我，迄毋是狂语哦。毋是狂语哦，狂语是讲毋是乌白咧讲个话哦。人咧讲实在讲出有味名，人听着听捌哦。咱下半点我要做好我只有做好语，做好你啊，后面讲，咱凡事那个了解，但是人总听着，那咱讲伊要来了，一定出来。我去插房去啊，毋爱有讲上句话啊。哦，这个人以前太厉。就是头来看伊遐去那情侣甲化茶，是毋是啊？做回头本啦，去迄情侣甲化茶。经过偌久，变到偌尾尔，5组的已经知影我时间点到，但是我要找着我爱要接棒迄个人出来。迄个时阵，什么人？离迄个台上1000多名，当时新秀的。领导这银行1000多名，伊就讲讲一句话：谢人生死来，你定从至于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心中的福好。伊就讲一句话：世人的生死大代志，敢是安尼？恁大家拢毋知求福报尔，不求出离生死，恁大家拢毋知影伊人生变成命运何错。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啊那自心你继续要买呢？即个你做只事务，敢会当救恁自身？你若当做手机，见什么呀？要看问题来做事，要传来恁大家。6组、5组跑出句出来要创啊？7人的工，1000多名，恁而家，大家而家含我咧学而家，甚至新手咧带遮久，毋知恁的工到对伫所在。大家嘛想讲，现在他们若无可能在新手的，现在咧教授所的，咱要甲你讲啊，教授所在咧甲教，教授所人捌，咱就叫他毋捌。新手大师，新手大师，你去写你的代志。新手要写都袂使安尼，大家叫你写要写都袂使安尼。我若要当年，迄种当年这人吼，你做当了吼，你写来做事为。迄个当年你写，你毋敢做到，我讲都袂使安尼，讲袂，咱都讲硬的呢，敢毋是？要新手话要可能知影，新手话为着要经手期经13届，出去2金，今仔日做事出去经13届，
唔敢去。上水，我若写有建设，安尼有我而且一直做书的办。我若而且无建设，我写即本人的合作书意，我讲对我而且才过时间，伫咧上了水，到尾也面顶休息，我要听我要先做别的，别人先休息。哦，甚至无咧像新路语行来CCQ7，咱台湾知影，对不对？伊想讲，倒来当中，伊嘛心嘛袂安呢。我操！我写一句话，就轻松啊，轻松啊！我刚才书人别个看着人建成吼，讲我建成吼，我去为咱历史吼，安怎啊？若无吼，我而且到了假一年，亲像迄个乐国作翻着尔，啊叫亲像对了。哦，遐亲像就等问我，其实你做吼，即首是敢是你做诶？为了书法，其实我做，不敢忘记作为望祖师看地书优秀这样吼，我唔敢去作为啦，我是要互你书法，我对你到对面，安尼啦。伊那甲我，你做初期到门内，袂到门内，武上菩提了不得，武上菩提书的个识字本心，记住本性，有一切当中言论之见。如果你做新生意是到门外尔吼，抑是到门内哦。哦，你做出去到门内，门外袂去门内哦。哦，无上菩提了不得，因为你有定，心是菩提心，心如明镜台，心是清净所见的啊。所以你即句叫做上义，上义对立上之义，毋是到无上之义。哦，到门内不入门内，无上菩提，你讲到无上菩提了不得，听好无？这种不记得，要成就我不记得。无上菩提了不得，无上菩提所定言啊，识住本性，见住本性，一切经办叫做，这个经办讲话对不对？对自性感问题。无所讲嘛，听下来。好，亲像听到一个，有够失望的。我学会讲我真正遮大希望，但是结果伊无见识。这几年大家咧看着迄首诗名，甚至无这首圣母经典来是，大家哦，你会当上一首诗，哦，免得恶道吼，啊，会当继续伫咧念，再念我上听到，一个道童再念法，这个茶房念。逐组会员听到，逐组会员听到，伊即就出来啊！伊即个就出来啊！先，自信到完全伊即就出来。伊就是已经了文明啊，已经了解即首棋是只是门外不入门内，伊了解即首棋是要建成。所以来个道童啊，你出来头前，我嘛想要甲你写诗。道童啊吼，咱个带去。咱出来到一个新闻中文单位名，比如说啊，我嘛想要甲你写诗啊，你这官方干了啊，官方啊，你也想要来写这啊？看你这个时阵啊，讲一个较多讲去高高散散啊，你这搞些物件，哦，所以这个艺术你较笑，咱就讲，伊也讲这个人有上帝。哦，常常是有无伫，若是今年只是无量无边的做。啊，因为听着惊一条，我这个人，那些东西不得狮子魔，讲的震撼人心，讲的惊一条，这彼此有聊，我甲你写，啊，你若建设你个图哦，伊就知影，我甲你写，第一。菩提不无求，明年如来台，本来本何处也进来。而且咧，写出来惊一条，无做看到会疼起，比见性。哦，阮老爸讲一句话，咱讲你知无？我袂晓输，啊，你若输大好只，我知影。啊，你敢听这句话？你叫我写首诗，我袂晓写。但你写出来不见成，甲下过来的人啊，应该大家差不多看过啦。
什么叫艺术啊？像个装起，无错的装也袂离，因为伊今即个人，即个人用怎叫骗出来，大家对杀，所以你变成，大家，你就你看啥？你等于迄个做你家己行为，个人自然讲真，你念信是无底是信是几啊？但是你念这句了啊，你这句未见成，就负掉的感觉。五祖，迄个波去啊，就蛇去啊，拢有人先就蛇去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六祖伊就米，伫咧看茶，就米伫咧泡茶，个人散到头，无到头，读者摇手你听无？就不摇手就歹，无够当呢，对，哦，拍着摇手，咧就看茶。对啊，米前八月啊，讲实话，米前八欠太。我哋想伊哦，米前八月啊，伊怎讲？你想我是毋是空杂啊？你想我是毋是空杂啊？伊讲吼，米前八啊，欠太，我已经收到差不多2本欠即个尔啦，欠太欠即个尔，一时总会忘返，吼，即个尔欠即个尔。信人讲，伊要到做事先出位尔，人人啊，人就是嘛客气尔，毋免开玩笑呢。迄种爱有对呢，面上我袂有呢，有无呢？就承认互我这唔去迄个倒啦，去迄个倒单志前，这个面孔吼较重吼，要了你听迄个，你老者呜你者，听个叽者。啊，毋学袂记咧，学袂记袂准咧，你着听，但是你记着咧，听无记着，咱无效咧，你着知你学袂记啊咧，啊，用记袂准咧，着真正听你记咧，才有效咧，就差不多这意思，听，好，怎读3个，对无？3个，你就后尾问着，咱六组人你唔知影。哦，甲迄边3家咧，迄个六组位5组当中，伊的创业，伊当伊的创业可能无像咱遐好啦吼，嘛毋知是布店我毋知影啦，因1000几年用到我是无了解啦，迄个报纸也要写出来啦吼。